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摆了我的心意，你的圣殿来敬拜。是咱三角来吟圣诗第139首，伫圣经有记载永远我的路，伫圣经有记载永远我的路，就是基督徒亲信对基坚固。主耶稣以外，无别人会救咱，互咱信靠伊。 相比第一，来，请咱起立转首。伊要用公义审判纵容人，用喙中的我来拍世界。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豺狼要甲绵晚三角大。有啊，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。 有甲熊要三角食，食顶的囡仔要佚佗伫歹蛇、恶蛇的空口。伫我圣山的遍地，
因为临摆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。圣诗第203首，天的变变逐万国。圣诗第203首，天的变变逐万国，人人心肝黑暗，本做撒旦的奴仆，情形实在凄惨。天父恁来大慈悲，养赐保护万民，可笑百姓毋拜伊，去拜偶像鬼神，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。 万军的耶和华是上帝，原知你是有权能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也是有温柔圣神，要来安慰阮受伤心灵的爸。你是有公义审判万项罪恶的爸，嘛是有慈悲体贴阮的软弱的爸。今仔日阮来到你的殿院，阮要同心加将向你祈祷，向你感谢，为着阮所得到一切恩典，阮要献上感谢的祭。 总是，阮嘛要将阮家己的软弱，无论是阮知的，也是毋知的，要摆设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用慈悲来赦免阮一切罪过，帮助阮每一个人拢得到安尼恩典，诚做是一个承接天国的人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诚做是一个会当受安慰的人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诚做是一个要承接地土的人，也互每一个人是一个得帮助的人。 互阮会当是一个得到怜悯的人，嘛是会当互阮一个会当看见上帝的人。更加重要是，阮要是一个得到恩典、称做上帝囝儿女的人。阮要为着阮的社会伫遮同心来祈祷，恳求你赐福伫阮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，拢得到你的保守。
恳求你利用社会中间每一个青少年，因的求学的中间，因会当得到好的财物的培养，嘛有好的人格的发展。恳求你帮助遐个困苦无外靠的人，嘛会当得到你的照顾，得到阮社会的照顾。恳求你转化阮的教会，洗清阮一切污秽。伫阮哋所要做的事工一切中间，拢是为着你的名来做的，毋是为着阮人家己的意思来做的。恳求你也兴起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囝儿女，伫阮所徛的所在中间做好的模样。阮嘛要为你传福音，互即个世界转化即个世界，转化即个社会，毋是要掠民间的宗教做主，是要掠主耶稣基督做阮的主。恳求你用恁来拯救遐个对着阮的对着消除阮彼此心中的怨恨，互即个社会中间有搁较侪彼此的祝福、彼此的相听、彼此的包容。伫阮今仔日的世代，恳求你将平安赏赐互你所疼的囝儿女，互阮会当伫咧主耶稣基督的疼内底，三甲各人合好。阮的婚姻的关系中间，也是阮的家庭关系中间，若是有破碎的，嘛恳求你用你的疼来安慰阮，互阮会当搁再一届和上帝三甲好好。恳求你使阮降落伫今仔日的阮的聚会中间，也今仔日互阮的耳孔所听见的真理，拢要伫阮逐人的心肝内结出好的果子，来为荣光伫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圣经才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，伫圣经新约的第1页，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代别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，犹大对大马士生法利斯甲舍拉。法利斯生以斯伦，以斯伦生阿兰。第4节，阿兰生阿米拿达，阿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，撒文对拿合士生何书，何书对罗德士生俄别，俄别生亚西。第6节，亚西生大必王，大必对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伯安。罗伯安生阿比亚，阿比亚生阿撒。第8节，阿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。第9节，乌西亚生约丹，约丹生阿哈苏，阿哈苏生以西加，以西加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阿文，阿文生约西亚。11节，百姓受牵线到巴比伦的时，约西亚生亚哥尼亚甲伊的兄弟。12节，牵线到巴比伦以后了后，亚哥尼亚生撒勒提，撒勒提生所罗巴别，所罗巴别生阿比文，阿比文生以利阿金，以利阿金生阿索。第14节，阿索生撒督，撒督生阿金，阿金生以律。第15节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丹，马丹生约结，阿国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后代，称做基督的耶稣是对即个玛利亚生的。17节，安尼对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，对大卫到牵线去巴比伦的时也14代，对牵线去巴比伦的时到基督各14代。以上是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愿上帝赏赐咱智慧，分别伫即个家族中间的祝福。这是